大家好，歡迎觀看 Weekly Vlog 第4集。片中嘅我係做緊一份作業，要整一本雜誌出嚟，同埋拍短片去介紹呢一本嘅雜誌嘅。如果大家想睇下我呢一本關於亞洲音樂嘅雜誌，可以撳下面條 link 睇下。從改名之後，第一次嚟到 TMU 站 ，TMU 啊！但係大牌仲係會寫住 Dundas Street 嘅，咪等住 TMU 咧人咧就不知道去咗哪。之前呢個位封咗好耐，原來變咗個西蒙斯係賣衫賣褲嘅，即係服裝店。好，我而家主要係去食 lunch。好，各位，我開餐咗呢個包，其實佢本身就係咁簡單，少少其實又好。不過要特別講下呢個包有非常之多嘅洋葱同埋酸黃瓜，頭先我已經食咗塊啦。對於呢個酸黃瓜控同埋個洋葱控嚟講咧係非常之正嘅，因為跨得powder。好，繼續了。我哋而家嚟食宵夜。首先呢一個Teams 嘅熱朱古力，特別飲到泡沫係勁正，飲到啲泡沫係，wow like another shit， 跟住菠蘿包，跟住叉燒餡，正。正。其實想問下大家仲記唔記得大埔肉餅？我想講我啱食緊呢個肉餅飯，當然佢係梅菜肉餅飯啦。食食下突然間諗起大埔冰室，好食啊！肉餅飯好食，梅菜肉餅飯。